人點解要抬頭望天呢？有人望雲知天，有人凝視星河，有人追問宇宙邊界。仰望未曾改變，呢個係與生俱來嘅好奇心，更加係香港大地從未熄滅嘅飛天夢。神舟5號飛船成功發射，楊利偉隨同中國。有人仰望，就有人出發。從香港與內地航天機構共建實驗室，到香港技術首次奔赴火星，踏上月球。香港首個衛星製造中心在將軍澳科學園開幕，預計每年產量可達200顆以上。從預備航天員誕生，到香港兒女進駐天宮，佢哋接受咗航天基礎理論知識、心理、航天環境適應性等多項訓練。據了解，香港嘅在學專家係嚟自警隊女總督察黎嘉瑩。香港從未缺席國家航天征程。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，我哋都與有榮焉，振奮無比。我祝願神舟23號任務圓滿成功，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。各號注意，1分鐘準備，30秒，20秒，4、3、2、1，點火。時至今日，夢想照進現實，香港航天員正奔赴星河。我就發現，我們其實香港的政府，包括我們中國，整個國家都是非常認同全人類面臨的一個挑戰，我們需要採取行動。我們中國也有這種工程技術的能力，能夠把它完成。以科技之眼凝望家園，以香港之力守護地球。仰望係初心不改，俯瞰係使命在肩。變嘅係視覺，不變嘅係初心與心情。城市嘅榮光，國家嘅征程，都會喺星河中。中國空間站永遠值得期待。香港與祖國同心同向，共赴蒼穹。要做好港澳跟祖國航天的一個橋樑，融入到我們國家的航天事業的發展當中，就是一家人。